現在我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開始今早堂嘅崇拜，有請會眾一同站立，有長者唔方便嘅請坐。來啊，我們要屈膝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因為他是我們的神，我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願你們今天要聽他的話。前天主的話，安靜吧，安靜吧，處處都至上，輕輕呼召。輕輕呼召，救主在這裡，輕輕呼召，輕輕呼召，救主在這裡。耶穌基督是我哋嘅主，讓我哋來敬拜頌讚他。因耶穌基督是我哋嘅主，是我哋嘅王。要歸於萬世救主，全地讚美萬世君王，唯獨你的道到永久。敬拜歸於你，榮耀歸於萬世救主，全地讚美萬世君王，唯獨你國度到永久，敬拜歸於你。萬世皆腐敗，萬口皆宣告耶穌基督是救主，萬世皆腐敗，萬口皆宣告耶穌基督你是我。來吧，眾愛頌讚我主，來吧，敬拜萬世君王，全地讚美直到永久。敬拜歸於你，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耶穌基督是救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耶穌基督你是我。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國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王，使榮耀歸於父神。全地讚美萬世君王，唯獨你的國度到永久，敬拜歸於你。萬世皆腐敗，萬口皆宣告耶穌基督是救主，萬
失皆腐敗，萬口皆宣告耶穌基督你是王。來吧敬拜頌讚我主，來吧敬拜萬世君王，全地讚美直到永久，敬拜歸於你。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耶穌基督是救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耶穌基督你是王。耶穌基督你是王。耶穌基督你是王。主耶穌，感謝你偉大嘅愛，犧牲自己拯救我哋每一個人。求主引導我哋個前途。我寧願有耶穌勝於金錢，我寧信耶穌勝過財富無邊，我寧願有耶穌勝過地圖，遠處的行手引導我前途，勝過做君王，誰統治萬方，卻因受罪惡捆綁。我寧願有耶穌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我寧願有耶穌勝於清揚，我寧忠於主，滿足主的心腸。我願有耶穌勝於美名，願對主眾生傳揚主聖名，勝過做君王，誰統治萬方，卻因受罪惡捆綁。我寧願有耶穌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嘅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拿什麼去換生命呢？人主比百合花更加美豔，原比蜂房蜜更加可口甘甜，為主能滿足我飢渴心靈，我寧願有主跟隨他引領，勝過做君王，
誰痛似晚風，卻因受罪惡捆綁。我寧願有耶穌，情於世上，榮華富貴成夢。請會眾仍然肅立，我哋同心祈禱。親愛嘅天父上帝，喺呢個好特別嘅日子裏邊，主啊，我哋嚟到你面前屈膝敬拜讚美你。主，多謝你賜俾我哋喺世上有我哋肉身嘅媽媽，多謝你賜俾佢有對推動搖籃嘅手，將我哋嚟到呵護養育成人。今日我哋可以企喺主你嘅聖殿中，主啊，多謝你。做我哋做媽媽嘅，做父母嘅，我哋都向你獻上感恩。多謝你賜俾我哋有一個聖潔神聖嘅天職，嚟到撫養自己嘅兒女成人，靠住你，因住你嘅說話，主啊，今日我哋嘅後代，我哋嘅仔女可以侍立喺你面前，敬拜你，侍奉你，榮耀你。多謝主，願主幫助我哋，無論係做父母嘅，做兒女嘅，我哋都一係神你自己順命嘅兒女。我哋聽你嘅說話，我哋不但要孝敬我哋在世嘅父母，我哋都願意甘心樂意咁將自己擺上嚟到敬拜你，每一日都學習嚟到侍奉你，使你個名得到榮耀。我哋多謝主，願主都幫助喺我哋周邊未曾相信主嘅嗰啲親友，我哋啲街坊鄰舍，主啊，幫助佢哋有機會接觸福音，早日嚟到相信你，好似我哋咁，可以一家人齊齊整整、歡歡喜喜咁喺主嘅殿中嚟到敬拜、嚟到讚美。我哋多謝主耶穌。我哋當中有啲身體軟弱嘅，或者心靈軟弱嘅肢體，主啊，求你都幫助佢哋，扶起佢哋，撫摸佢哋，俾佢哋早日能夠靠着你重新嚟到站立起嚟。我哋多謝你，未嚟到你當中嘅主啊，催促佢哋嘅腳步俾平安到達。多謝主耶穌，聽我哋嘅禱告。我哋將呢堂嘅聚會由開始到結束都交託喺天父你嘅手中，願你帶領，願你賜福。我哋多謝主耶穌，我哋咁樣誠心祈禱，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求，阿門。大家請坐。
以下我哋同眾基督化家庭啟應經文。我先啟，請會眾應。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無論作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藉着他感謝父神。主一生
我哋一齊嚟攻讀今朝嘅經訓，經訓記載喺詩篇128篇。我哋同心讀一次詩篇128篇。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你要吃勞碌得來的，你要享福，事情順利。你妻子在你的內室，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好像橄欖栽子。看啊，敬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的好處，願你看見你兒女的兒女，願平安歸於以色列。今朝我哋好歡喜有林順興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主題係孝子的由來。我哋請牧師。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安。今日主都讓我今日早喺大家當中一齊嘅敬拜侍奉主，亦都喺一個時間我哋一齊喺主嘅面前去安靜我哋嘅心，亦都喺主嘅話語嘅當中，讓我哋能夠更加明白主嘅心意，亦都盼望我哋藉着我哋個謙卑順服個心，讓主個話語時常去引領住我哋嗰一個生命。今日咧係即係可以講都係國際性嘅母親節咁樣亦都係總聯會所定下嘅孝親主日所以咧喺一處咧都先有一個祝福想寄俾在座當中每一位做爸爸做媽媽嘅但願上主都時常去恩眷大家，能夠讓大家能夠喺每一天嘅裏面都能夠有主個恩典有主所加嘅力量去撫養大家個兒女亦都盼望大家能夠可以享受兒女之福咁樣我相信啦，呢個都係每一位做父母嘅所好想盼望咁樣今日咧就喺一個孝親主日嘅裏面咧，我就想用詩篇第128篇啦，就幫大家一齊過去分享咁樣都有少少個巧合嘅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喺應該係都唔係好耐，應該係新年過後個期間啦，亦都有喺大家當中分享咗詩篇127篇咁樣今日咧亦都即係有諗到詩篇128篇，特別係喺即係今個主日孝親主日嘅裏面啦，想幫大家去一齊個分享。咁樣剛才大家讀詩篇128篇嘅時候啦，當然呢一篇個詩篇啦就係咩？嗰個主題就係敬畏耶和華者有福啦。咁樣喺一篇個詩篇入邊個內容啦，亦都有講到其中嗰一個福氣就係咩？就係兒女之福。即係好似喺度即係聖經都有形容話你妻子在你內室，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好像橄欖栽子。看敬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然後咧之後咧，亦都係嘛有一句話：願你看見你兒女的兒女，兒女的兒女即係咩？啲孫我呢一幅個圖畫，我唔知每一位個做父母盼望能夠可以睇到享受到咁樣嗰個即係嗰個場景啊！哇！喺一個家庭嘅裏面，哇！啲仔女圍繞你，啲兒孫圍繞你好開心嘅一個情景。其實呢個都係咩？我相信喺我哋有生之年，或者喺我哋一個人生當中，我相信特別係即係有家庭嘅個人啦，都好盼望能夠可以係咩？能夠可以得到睇到一個情景一個畫面咁樣。但係喺度亦都有一個
問號俾我哋。好似今日我所用嗰個主題就係我哋好盼望能夠可以得着一個兒女之福得着一個福氣，但係孝子係喺邊一度嚟呢？今日我相信唔單止我哋華人啦，所有其他個民族其實都好盼望能夠可以即係得着好似聖經所形容嗰一個即係嗰個福氣。但係特別我哋華人亦都係係好着重即係我哋華人都受一啲嘅信仰傳統即係去影響啦，都係係比較着重家庭其實呢一個都係係好符合即係聖經神嗰個即係嗰個心意嘅但係今日可能我哋要問一個問號，就係我哋雖然係好盼望，但係啲孝子係喺邊一度嚟呢？係咪一出世就有呢？我唔知在當中各位做父母嘅，大家盼唔盼望你個兒女係好有成就呢？或者係盼望你個兒女係成為一個孝順嘅兒女當然講孝順亦都有好多方面需要去講解去提及，因為孝順都有好多唔同嗰個即係唔同嗰個表現唔同嗰個即係嗰個程度，但係至少係兒女有一個感恩即係感恩父母嗰個心，亦都係有一啲個表示能夠去回應父母嘅愛。我相信父母已經係好心滿意足啦即係有多時候我相信我哋做父母嘅都唔係話要兒女要點樣為我哋做到點樣，但係佢兒女能夠可以記得我哋個恩亦都喺當中有時係有少少嘅表示，我哋都已經覺得係好開心咁樣孝子係喺邊一度嚟呢？係咪一生出嚟就有呢？或者係甚至話係咪上帝定咗啦？定咗呢個就係孝子啦，呢個就係不孝啦，係咪呢？當然我哋知道唔係每一個兒女一出世都係父母個寶貝亦都父母亦都係好盼望擺咗好多個心血喺兒女嗰個身上特別係今日我哋都知道能夠有兒女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有好多個環境嘅因素有好多嗰一個健康嘅因素，好多係令到而家啲人係越嚟越唔敢去有兒女。但係如果能夠能夠可以踏上做父母一個角色個裏面，我相信父母都係帶着有好多嗰一個有好多嗰個即係嗰個心血啦，好多個期望喺當中所以有好多時候我唔知喺在當中即係每一位喺我哋做父母之前，我相信在當中可能未必係所有做父母，但係我相信肯定有一樣嘢就係所有都係曾經做過仔女嘅係咪一個係肯定。我唔知大家有時中唔中意自己個名即係有時一聽到自己個名或者係諗到自己個名，大家覺得點解有邊一位國字即係自己個名係自己改嘅，有冇我相信大部分都唔會多數都係父母幫改嘅。咁樣父母改名嘅時候啦，其實有好多時候都已經反映出父母係有好多個心機，好多個心血穩定一個係好聽嘅名，一個係好嘅名，盼望係喺名嘅當中就已經睇到父母一啲嗰個心願父母係好盼望有好多個期望喺兒女嗰個即係嗰個身上即係所以今日能夠有
啲孝子啊，講緊孝子孝女咧，係咪一生出嚟就有呢？一生出嚟就已經定咗邊個係孝，邊個不孝呢？我相信唔係，但係喺當中我自己個體會喺即係現實個生活個裏面喺神嘅話語當中，我哋都會睇到，其實一位個孝子係需要係咩？係喺家庭個裏面慢慢去形成嘅咁樣喺當中咧，我就睇到大概有4方面咧能夠係咩？係喺當中去形成一位個孝子嘅咁樣就睇下大家覺得同唔同意呢？認唔認同呢？第一方面就係以身作則或者係咩？係睇榜樣嘅其實今日一位個孝子有好多時候都係咩？係睇住上一輩爸爸媽媽嗰一個榜樣我即係年輕嘅時候有去讀中文啦，其實能夠去正規讀中文啦就唔多嘅有時係趁着一啲嘅暑假就去讀中文，但係我比較深刻嘅印象，可能係在當中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可能都會有讀過即係有一課書就講到係咩？就講到有一個家庭咁樣嗰個做仔嘅就見父母年紀大啦，就咩？即係啲手腳都慢甚至係手震咁樣每一次食飯咧都係咩？都好容易打爛碗即係所以咧嗰個仔就咩？就兩夫婦就去即係就去傾點樣去處理啦咁樣就諗咗一個辦法我哋做一個木碗俾阿爸阿媽食咁我哋就咩？就做一個木碗俾阿爸阿媽食咁阿爸阿媽啦就咩？就打唔爛啦但係咧有一日佢就咩？佢就見到佢個仔仔就喺度攞住嚿木又喺度挖又喺度挑咁樣問仔仔你做緊咩咁個仔仔話我做緊個木碗等爸爸老咗嘅時候我就俾爸爸用木碗食其實呢一個唔係話即係不孝或者係即係有好多時候我哋好似今日可能都會買啲膠碗或者咩俾老人家食或者咩，但係講緊嗰個意思就係咩？就係今日我哋點樣去對待父母，下一代都係咩？以我哋嗰個榜樣去跟住我哋所以有好多時候孝子有時都係咩？都係因着睇住上一代父母佢哋嗰個咩？嗰個即係嗰個身教嗰個生命係點樣如果見到父母係孝順嘅兒女，佢哋都係咩？喺當中去學習點樣係咩？去跟住父母。即係所以今日我哋盼望我哋有孝順嘅兒女，我哋都好需要係咩？以身作則喺當中以致我哋都讓我哋嘅兒女喺我哋嘅身上睇到一個孝順嗰一個生命第二方面我哋會睇到嘅就係有好多時候孝順嘅兒女係咩？都好靠喺當中父母能夠係咩？有一個美好個婚姻今日有好多時候喺現今個社會個裏面婚姻家庭婚姻係咩？係一個最薄弱個關係即係我哋都時常喺報章喺好多個調查當中都會睇到，唔單止喺越南喺全世界即係特別係越先進啲國家都係咩？離婚率係咩？係不斷過去飆升甚至可能而家唔單止去到1/43/1可能係咩？係去到一半人結婚就係咩？就一半人係咩？係
即係離婚個收場啦，或者係即係婚姻破裂喺當中。其實呢一個都係咩？都係會好影響兒女喺當中當然有好多而家話提倡係咩？係一個文明離婚，即係咩？離咗婚都仲可以兩夫婦可以做朋友嘅，都可以一齊照顧兒女，但係唔多唔少對於係咩？對於兒女嗰個成長都係有嗰個消極嗰個影響更加唔即係唔好講話當兩夫婦喺嗰個離婚個當中你又講衰我，我又講衰你，咁樣兒女就係咩？就好認定父母係咁衰啦，爸爸係咁衰啦，媽媽係咁差啦，咁樣點樣能夠叫佢哋能夠有一個孝順嘅心呢？所以都曾經有一句嘅説話，我都即係都好銘記，就係父母俾子女最好嘅禮物係咩呢？唔係幾多個遺產唔係幾多嗰一個喺當中個供書教學，乃係咩？係夫婦相愛能夠夫婦相愛，我相信係帶嚟俾兒女係咩？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祝福讓我哋能夠可以咩？對於婚姻有自信心，對於一個人生好多個方面都係咩？有自信心。有好多今日係咩？係唔敢嫁唔敢娶，因為咩？睇到父母嗰個婚姻好多個問題，所以係咩？甚至係咩？係懼怕所以今日我相信能夠有夫婦之間有美好個婚姻，亦都係帶嚟俾兒女係咩？係一個好大個祝福。因為相信都係咩？呢啲兒女都係咩？會容易孝順啲，因為係咩？睇到爸爸媽媽喺當中點樣係咩？活出嗰份個愛喺裏面以至都係咩？栽種咗好多個愛喺兒女嗰一個心裏面咁呢個咧都係即係第二方面啦可能會影響一個兒女嗰一個孝順嗰一個心。第三方面會影響就係嗰種個關係嘅建立咁樣喺呢度我大家都可以睇到有兩幅相啦，係咪一幅就係一位好年老個父親攬住個女女好親密個關係，好好能夠有咁樣咁美好嘅一個畫面，我相信都係咩？都係因着父母願意從小嘅時候咧就花時間係咩？陪伴兒女，幫兒女係咩？建立關係即係所以有好多時候父母幫兒女嗰個關係咧唔係因着你係我爸爸，因着你係我媽媽咁樣就自然有好嘅關係。其實唔係，有啲時候反而係咩？係喺當中彼此個去建立起嚟嘅咁樣當然想建立美好嘅關係都好需要係咩？花時間啦，花心思啦喺當中係咩？彼此個去建立特別係喺一個好忙碌嗰一個世代個裏面即係越南，我諗都有慢慢好多咁樣嗰個情景喺香港啦，就時常都係講到係有好多個兒女係咩？陪伴佢哋最多嘅時間唔係爸爸媽媽，係邊個係一啲菲傭姐姐印傭姐姐係咩？湊大佢哋，或者係依家可能係啲阿公阿婆阿爺阿嫲而唔係咩？唔係父母，可能都係有社會環境各方面嘅影響，父母實在係太忙。但係相信無論係點樣，如果想幫兒女建立美好嘅關係，我哋亦都係咩？需要花時間花心思有好多時候相信父母係好羨慕當年老嘅時候都有啲仔女係咩？幫自己可以攬頭攬腳咁樣我相信如果我哋盼望有咁樣個情景喺佢哋仲細小嘅時候，喺佢哋長大個過程嘅當中，如果我哋願意時常幫佢哋有建立關係陪伴住佢哋咁樣嗰個關係係咩？
係會慢慢嘅建立起嚟。否則有得時候，當佢哋最需要我哋嘅時候，最需要父母嘅時候，父母又唔喺身邊。當佢哋長大咗嘅時候，父母又好想佢哋陪伴翻自己，可能佢哋話：我都唔得閒啊，我都有好多嘢要忙啊。盼望都求主幫助我哋啦，能夠喺建立關係嘅裏面，我哋係慢慢需要一步一步嘅去建立起嚟嘅，需要花時間花心思喺當中。最後第四方面嘅就係信仰嗰個觀念啊。咁樣當然喺我哋個信仰嘅裏面，我哋翻去到聖經裏面好多個教導我相信有關點樣去孝順父母個教導咧，喺聖經裏面由舊約去到新約都有好多嗰一個提醒我哋比較熟悉一啲個經文啦好似以弗所書第6章第2節話：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大應許嘅誡命。其實呢一節嘅經文又係重複喺舊約10誡第幾誡講到孝敬父母啊？各位第幾誡啊？第幾啊？第5誡第5誡咁樣就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又話使你在地上嘅日子得以長久一啲都係我哋時常聽嘅時常被提醒、時常教導嘅即係一啲嗰個即係神個心意啦又或者係喺馬可福音第7章10至13節，亦都有提到即係有關孝道各方面啦，都係好值得我哋去被提醒嘅，就係因為喺主耶穌嗰個時代個裏面咧有好多人就因着佢哋就用好多個藉口就疏忽咗，或者係甚至係遺忘咗佢哋應有對父母嗰個責任特別喺一處啦主耶穌亦都係斥責佢哋話：摩西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但係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以後你們就不用他再奉養父母，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道，你們還作許多這樣的事。即係當時主耶穌都斥責嗰啲宗教個領袖，竟然係即係幫啲即係去教導啲兒女話你哋只需要係將你哋當納嘅即係嗰啲奉獻即係放入去聖殿做各耳板，即係一個特別奉獻啦，即係簡單易明就係一個特別嘅奉獻，然後咧就可以係推卸對父母嗰個責任即係可以講係當時啲仔女可以幫爸爸媽媽講：爸爸媽媽，我嗰筆奉獻我已經特別奉獻咗俾神啦。你食少啲啦，食慳啲啦其實主耶穌話唔啱，應該係上帝嗰個心意係要我哋要盡我哋對父母嗰個責任喺當中。如果我哋有多餘嘅，我哋攞我哋嗰份去奉獻俾神，上帝會悅納。但係唔係攞應該去奉養父母嗰一份去奉獻。但係大家聽唔聽得明嗰個分別你想奉獻，你攞你自己嗰一份去奉獻得，但係你冇攞應該去奉養父母嗰一啲嗰一啲即係嗰筆個金錢去奉獻咧，就唔啱上帝嗰個心意
所以求主都幫助我哋喺聖經裏面時常都係教導我哋好多有關即係點樣去孝順當然啦，仲有好多唔能夠一個列出，特別喺箴言個裏面係咪我哋都即係都好熟悉嘅就係咩你要咩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呢啲經文都係時常我哋被提醒點樣去孝順，去孝敬我哋個父母，係上帝所喜悅嘅，亦都係神係有應許賜福俾我哋。當我哋願意以感恩嘅心去奉孝我哋嗰一個即係個父母咁樣喺我哋嗰個信仰即係嗰個當中，我哋盼望能夠可以無論係父母或者係兒女，求主都幫助我哋能夠係能夠可以按着主個心意，按着主嗰一個教導去遵行主嗰一個吩咐，讓我哋能夠喺家庭嘅裏面能夠建立一個美好嗰一個家庭。但係喺剛才我哋所讀嘅詩篇第128篇，都提醒我哋一樣好重要嘅事情係咩呢？喺度第1節就已經俾我哋一個答案，就係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我唔知即係大家弟兄姊妹喺孝敬父母嘅事情上面，有冇遇到一啲個困難呢？我自己本身都會有體會我體會到咩呢？體會到有得時候我哋個父母確實都係唔係完美。我唔知在當中有冇邊位弟兄姊妹話我個父母係好完美嘅，有冇啊？我自己本身亦都係睇到我個爸爸媽媽都有好多個不足，有好多個軟弱。我亦都相信係我個仔睇住我，佢都會睇到我好多個不足，好多個軟弱。其實今日我哋個信仰唔係好似有一啲個信仰真係將父母就捧到去好高個地位甚至係代替上帝個地位可以保佑家庭可以好即係好多個嗰個威力咁樣。但係我哋個信仰反而睇我哋每一個人都係都係罪人，我哋都有好多我哋個軟弱，做父母都有好多個軟弱，有好多個不足做兒女可能都有兒女好多個軟弱，好多個不足。有好多時候都好盼望去孝敬父母，但係有時我哋都係有好多個軟弱，有好多個不足。但係喺度都提醒我哋係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有好多時候我哋係好需要去仰賴主，去依靠主，以致能夠可以喺當中經歷主個應許，亦都喺當中領受主個恩典，成為我哋個力量我哋越願意喺神嘅面前去謙卑，去順服，我相信我哋先能夠有咁樣個力量喺當中去行喺神個心意嘅裏面，有神個恩典陪伴承托住我哋有好多時候我都每逢察覺自己個軟弱，自己個不足嘅時候，無論係對於上一輩或者係對於下一輩，我都求主幫主講，主我好需要你個恩典喺當中承托住我求主幫助我哋能夠可以喺當中能夠可以去按照神嘅心意做好我哋父母個本分，亦都做好我哋兒女個本分。確實唔係一件容易個事情我相信有體會過嘅，我哋亦都係知道一點都唔容易。但係求主幫助你，有主個話語提醒引導，有主個應許喺當中去俾我哋能夠有信心
繼續嘅前行，亦都需要有主嘅恩典喺當中承托住我哋，以致我哋能夠係咩？有力量，有即係有嗰個方向啊，能夠可以係咩？去完成主喺我哋身上嗰一個咩？嗰一個責任啊，以致盼望我哋都能夠係咩？因着願意敬畏上帝，遵行佢個道，我哋整個家庭都能夠可以咩？係喺神個心意嘅裏面，能夠可以成為美好啊！我相信一個亦都係咩？係我哋每一位基督徒最美好嗰一個見證嚟嘅啊！求主都幫助我哋能夠喺家庭個當中有主個引導，有主個帶領。否則有啲時候喺家庭裏面，我哋好容易嘅就係咩？就係互相睇到彼此之間個好多個軟弱，好多個不足阿爸阿媽又埋怨兒女，兒女又埋怨阿爸阿媽好多方面係咩？係我哋都好軟弱，係好係咩？係好不足，好需要主個恩典事上承托住我哋以致我哋能夠可以喺當中能夠遵行上帝嘅旨意，因為我哋有信心。神在教導要我哋孝敬父母，唔係即係冇寫到話要孝敬好嘅父母、盡責嘅父母，有冇啊？聖經冇咁樣寫聖經只係話孝敬父母。你願意相信，你就咩？就得着一個福氣。無論父母係點樣，求主都幫助我哋，都憑着主所加俾佢哋力量有愛心，有忍耐。我相信當你願意咁樣做嘅時候，我哋亦都係正在建立俾下一代或者建立一個美好個家庭，讓我哋嘅兒女喺當中都會能夠可以因着我哋嘅生命得着福氣，亦都將一份個福氣繼續過去湧流喺我哋個家庭個裏面求主都幫助我哋喺今日個分享個當中都我哋彼此個提醒，彼此個鼓勵盼望詩篇128篇嗰幅好美麗個圖畫都能夠喺我哋弟兄姊妹嘅身上能夠可以經歷到可以睇到上帝係有預備上好個福氣俾凡係敬畏佢嘅人，願意遵行佢道嘅人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嘅阿爸天父，主，你多謝你，因為你愛我哋，唔係喺我哋可愛嘅時候你愛我哋，但係喺我哋還做罪人嘅時候，你個愛就向我哋去顯明。但願主都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越經歷主你個愛越多嘅時候，求你都讓我哋能夠有主個愛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面，以致我哋都將一份美好個愛帶到我哋個家庭個當中。無論我哋係做兒女係做父母，求主都幫助我哋繼續個將主你個愛繼續過去喺我哋個家庭個裏面去傳開，去傳遞以致都能夠讓我哋喺主所擺放我哋個家庭個當中，能夠藉着有你喺我哋生命個裏面，我哋能夠可以去活喺主你個心意個裏面。天父求你都繼續帶領拖帶住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前面個每一天，我哋都將我哋每一個家庭都向主交託，求主都繼續過去紀念、保守、扶持、幫助，好叫我哋都能夠靠賴主個恩典，能夠可以得享主所為我哋預備嗰個福氣。我哋多謝你，我哋有好多不足缺欠嘅時候，求主提醒光照，亦都再一次用你嘅恩典承托住我哋，以致我哋能夠可以喺好多個軟弱不足個當中，能夠再一次站立起嚟，再一次個去經歷，再一次個回轉。我哋多謝你，我哋都將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做父母嘅都向主交託，因為我哋知道喺現今嘅世代個裏面，做父母確實係要面對好多個挑戰，好多個壓力祈求主都紀念
加恩添力俾每一位，好叫我哋都能夠喺當中靠賴主個話語，靠賴主你個恩典，能夠一一個誇勝。我哋咁樣禱告交託，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們。好，現在係回應詩歌，我哋唱先導詩264首《基督化家庭》，請會眾一同站立。我哋唱第1、第2、過門、第3、第4。林順興牧師今朝用神嘅説話嚟到向我哋證道。請問下你當中有冇第一次嚟聚會嘅親友呢？有個請喺你個座位起身，我哋歡迎你。第一次嚟嘅親友，我哋知道有我哋個街坊阿陳妹子女士好，請坐，我哋歡迎你。希望以後時時都見你出席呵。咁除咗呢位陳妹呢位女士，仲有陳紅梅姊妹嘅媽媽係嘛？黎閃珠女士好，我哋歡迎你，歡迎你，請坐。仲有冇邊一位啊？好，我哋有啲家事嘅報告。嚟緊禮拜3 5月14號晚上7時半，仍然有教會嘅祈禱會。負責分享嘅有葉漢綠嬌姊妹。就有司徒佩秋委辦帶領敬拜讚美，請弟兄姊妹踴躍出席祈禱會，為教會祈禱，為教會嘅事工嚟到祈禱。教會將於今晚7點半舉行孝親祝福晚會，
請弟兄姊妹同埋你所邀請嘅親友們記得出席。請堂委們同埋負責節目各項服侍工作嘅同工們提前到場準備工作，幫埋歡迎接來賓。暑期兒童聖經班將會喺今年嘅6月第2個禮拜一9號到14號，即係禮拜一到禮拜六就有呢個兒童聖經班。請大家為兒童聖經班嘅籌備工作禱告。教會每年舉辦夏令聖經班嘅開支龐大，請大家關心奉獻。如果有樂意嘅奉獻，請注明聖經班，直接投入奉獻箱內，或者交俾何桂蘭委辦都可以。咁請鼓勵為子弟嚟到參加呢個兒童聖經班，亦都歡迎你介紹同埋帶領你啲親友鄰舍嘅子弟嚟到報讀。我哋招生嘅年齡係5歲到13歲，幫助兒童喺暑假期間有機會讀聖經真理，認識主耶穌。有啲係肢體嘅報告，喺後邊嗰頁有好多年長嘅身體軟弱嘅弟兄姊妹，請大家為我哋弟兄姊妹嚟到禱告，求神醫治佢哋。同時特別嘅為葉洪安弟兄禱告，佢最近幾日前就話跌傷咗，而家喺屋企調養，請大家代禱關心。今日係孝親節，為咗表示對父母親家長們嘅敬意，教會預備咗一份禮物送俾今日出席聚會嘅各位父母親。願上帝賜福你身體健康平安，享受主所賜嘅兒孫孝順福氣。請委辦將禮物帶入嚟。請凡係已經做咗爸爸媽媽㗎，你哋喺個座位企起身，我哋委辦會派禮物。請做咗爸爸媽媽㗎，唔使客氣呵，係做咗父母親嘅就可以請起立。已經身為父母嘅企起身，攞咗禮物嘅就可以坐低，攞咗禮物嘅弟兄姊妹可以請坐低。攞咗禮物嘅親友或者弟兄姊妹可以坐低。逢係父母親都可以攞禮物嚇。好，願上帝賜福每一位父母親，每一位家長。咁今晚黑教會有一個孝親聚會，請大家記得出席，都話邀請親友嚟到出席。信徒樂意嘅奉獻請投入兩邊嘅奉獻箱。未信主嘅親友可以免。跟住落嚟，我哋唱三一頌，幫埋背稿主禱文。請大家起立，我哋唱三一頌，然後背主禱文。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使我们脱离凶恶。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禮成請坐，聽牧師祝福。請牧師祝福。但願天父上帝嘅慈愛憐憫，主耶穌基督奇妙嘅救恩，聖靈嘅安慰、扶持能力，常常與我哋眾弟兄姊妹同在，好叫我哋靠賴主嘅恩典，活出榮耀主聖名嘅生活，喺主耶穌裏面結出美好嘅果子，繼續傳揚主嘅救恩，從今時直到主耶穌基督再來。阿門。請坐，我哋唱散會祝福歌。我哋嘅聚會到此結束，願上帝大大賜福大家。